馬子軒先生，你嘅中國戶籍已經被註銷，呢份係限制入境通知書。海關職員冰冷嘅聲音穿過機場嘈雜嘅背景聲，好似一把尖刀刺入我耳膜。我企喺20米外嘅玻璃隔離牆後面，手指死死卡入掌心，望住嗰個曾經發誓愛我一世嘅男人，塊面一瞬間白晒。佢身後我嗰個趾高氣揚嘅奶奶張明芳，正推住塞滿名牌奢侈品嘅行李車。聽到呢句說話嗰陣，佢搽住厚厚粉底嘅塊面一下子垮晒落嚟，好似一個突然泄晒氣嘅皮球。馬家12口人即刻亂成一團，三姑六婆嘅尖叫聲此起彼落，活似一班被人踩親條尾嘅火雞。3個月前，我點都諗唔到會有今日呢一幕。嗰日係星期日，我正坐喺露台修改設計稿。馬子軒部手機喺茶几上震起嚟，屏幕着起嘅一瞬間，一條微信彈窗直接跳咗出嚟。寶貝，琴晚你好勁，人哋條腰而家仲灼緊啦，我隻手指僵喺半空。發信人備註係林菲菲，市場部實習生。頭像係一個20出頭嘅女仔，塊面化到濃妝艷抹劑喺網紅濾鏡入邊，對眼大到嚇人。浴室水聲停咗，我即刻放低部手機，扮到好專心咁望住筆記簿電腦。馬子軒一邊抹頭髮一邊行出嚟，身上仲帶住我買俾佢嗰支愛馬仕沐浴露嘅香味。公司最近忙唔忙？我裝作好隨意咁問，對眼冇離開屏幕。都係咁。佢拎起部手機望咗一眼，眉頭微微一皺，跟住又回復自然。下星期要搞公司集體活動，周末可能唔返嚟。我將視線轉向窗外初春嘅景色，櫻花開咗，粉白色嘅花瓣喺風入邊飄住。去邊度搞公司集體活動？三亞啦，仲未定。佢敷衍咁講，手指飛快咁打字回覆我去換衫，約咗黃總打高爾夫球。望住佢行入衣帽間嘅背影，我突然諗起上星期幫佢執西裝嗰陣喺口袋入面發現嘅三亞某間5星級酒店嘅火柴盒。嗰陣佢話係見客嗰陣順手攞嘅，個心好似被一隻無形嘅手攢緊。我撳開微信朋友圈，向下碌咗好耐，終於揾到林菲菲嘅賬號。公開箱入邊佢上星期晒出嚟嘅自拍，背景赫然係三亞海灘，配文係同親愛嘅周末 get away。子軒，我對住衣帽間方向提高聲音，你上個周末唔係去見劉董咩？點解林菲菲嘅朋友圈入面都喺三亞？入面傳嚟衣架碰撞嘅聲響。佢行出嚟嗰陣，恤3樓都未扣好。佢哋部門都去咗公司大型集體活動，市場部同投資部一齊搞集體活動。我輕笑一聲，真係巧啊！馬子軒嘅表情變得僵硬。黃婉婷，你咩意思？冇咩意思。我合埋部電腦，只係覺得，如果公司真係組織集體活動，應該會有正式通知。媽，我問下財務部小周。佢塊面即刻變咗。你監視我，需要咩？我企起身同佢平視，係你自己錯漏百出。馬子軒部手機又響咗，佢望咗一眼，拎起件外套就向外走。公司有急事，夜晚唔使等我食飯。門被重重摔上，我企喺原地，聽住電梯向下落嘅聲音，突然覺得呢個住咗3年嘅屋企陌生到可怕。夜晚8點門鐘響咗，我以為係佢唔記得帶鎖匙返嚟開門，點知見到奶奶張明芳嗰張保養得宜嘅面。媽，你點解佢直接推開我行入嚟？高踭鞋喺木地板上敲出清脆嘅聲響。過嚟睇下我個仔娶嘅好新抱係點樣逼到佢大周末都要返去加班。我雪陽上門，強忍住怒氣，係佢自己工作忙。奶奶冷笑一聲，
銳利嘅目光掃過略為凌亂嘅客廳。我睇係你唔夠體貼，男人喺出面打拼，返到屋企連啖熱飯都食唔到，地板咁污糟又唔拖。佢用手指喺茶几上一抹誇張咁展示根本唔存在嘅灰塵。子軒而家可是公司副總，幾多後生又靚嘅女仔撲上嚟，你再咁落去，再咁落去，會點我打斷佢？聲音有啲發抖。奶奶意味深長淡望咗我一眼，由名牌手袋入面拎出一個絲絨盒，呢個係我幫未來孫仔準備嘅金鎖。可惜啊，佢故意冇講完，但我明佢嘅意思。結婚5年，我個肚一直都冇動靜，檢查結果明明係馬子軒精子活躍度低，但係喺佢口中永遠都係我嘅問題。我去俾你斟杯茶，我轉身行向廚房。唔想再繼續呢個話題，奶奶把聲喺我身後追過嚟。唔使啦，我就係嚟攞子軒本護照，佢哋公司要安排高層出國考察。我個心一沉，佢點解唔自己返嚟攞？忙啊，邊似你咁得閒？佢已經開始喺我哋間睡房入邊亂翻，擺咗喺邊？喺書房保險箱入邊。我咬住牙講，密碼係佢生日。望住佢熟手咁輸入密碼，攞出本護照，我突然意識到呢個屋企入邊我唔知道嘅事，恐怕比佢多得多。嗰晚馬子軒果然冇返屋企。凌晨3點，我收到佢一條微信，臨時出差，下個禮拜。我望住手機屏幕，直到佢自動熄咗。黑暗入邊，我摸到面頰一片冰凍。原來喺不知不覺之間，我已經淚流滿面。我企喺靜安寺附近嗰棟高級公寓樓下，3月嘅凍風吹喺塊面上，卻感覺唔到痛。手入邊私家偵探發嚟嘅傷燙到嚇人。馬子軒領住林菲菲條腰行入大堂，動作熟練到好似重複過千百次。呢棟公寓月租至少3萬。你老公用公司名義租咗半年。電話嗰邊，偵探把聲平靜到好似講緊天氣，需要再親密啲嘅相咩？加錢可以搞掂，唔使啦。我掛斷電話，抬頭望住16樓嗰扇亮住燈嘅窗，窗簾冇拉實，隱約見到2個身影交疊喺埋一齊。手機突然震動，係馬子軒發嚟嘅微信：今晚加班，唔使等我啦。我死死盯住屏幕，直到視線變得模糊。半年嚟，呢條信息我收過27次，27次佢都喺呢度，喺嗰個細過我10歲嘅女仔張床上，指甲深深卡入掌心。我轉身行向路邊停住嘅的士，上車之後，司機喺倒後鏡望咗我一眼：小姐，你冇事啊嘛？呢個時候我先發現，眼淚已經無聲無息咁流滿成塊面。去淮海中路，我抹走眼淚，報出閨蜜周敏嘅住址。周敏開門嗰陣仲着住睡衣，一見到我呢個樣，即刻將我拉入屋，倒咗杯烈酒塞入我手入邊。揾到證據啦！我將啲相甩喺茶几上，威士忌灼燒住喉嚨，卻暖唔到胸口入邊嗰塊冰。頂！周敏翻睇啲相，爆咗句粗口：呢個仆街係靜安寺嗰套網紅公寓。馬子軒真係捨得落重本。我蜷縮喺梳化入邊，突然諗起半年前，馬子軒確實提過公司要喺靜安寺附近租套房招待客戶。嗰陣我仲傻更咁建議佢揀向南嘅房。話彩光好，周敏坐到我身邊，一把抱住我。婉婷，而家唔係傷心嘅時候，你要收集證據，保護自己證據。我苦笑，然後呢？離婚唔係仲可以點？周敏瞪大雙眼，難道你仲要繼續扮傻，睇住嗰對狗男女用你嘅錢瞓你張床？我沉默咗。結婚嗰陣，馬子軒一窮二白，係我爸爸借俾佢第一筆錢創業。而家佢公司做大咗，
我卻變成佢眼中嘅黃面婆，暫時唔好打草驚蛇。周敏翻出筆記簿，律師嘅職業本能令佢好快列出清單：銀行流水、房產證公司、股權結構，呢啲你心入邊有冇數？我搖頭。婚後我負責自己間設計工作室，屋企財務全部都係馬子軒打理。我一直以為呢個係夫妻之間嘅信任，而家諗翻簡直係蠢到極。聽日我介紹個可靠嘅私家偵探俾你，周敏合上電腦，記住喺佢攤牌之前，你一定要掌握足夠令佢淨身出戶嘅證據。嗰晚我翻到屋企已經係凌晨，推開門意外發現馬子軒竟然翻咗嚟，正坐喺梳化上睇文件。你唔係加班咩？我強作鎮定，將個袋放喺玄關。佢頭都冇抬，提前完咗。你去咗邊？咁夜先返？同周敏飲酒。我行過佢身邊，聞到一陣陌生嘅香水味，甜膩到令人想作嘔。絕對唔係我用嗰款小眾沙龍香。馬子軒突然捉住我隻手腕。婉婷，我哋幾耐冇？佢手心好熱，眼神卻凍到好似望住一件家私。我成個人僵硬晒。半年嚟，佢以工作暈理由好少掂我，而家突然主動，係因為啱啱由情人嗰度翻嚟。相比之下，覺得家花始終冇野花咁香。我曳啦，我抽翻隻手。聽日仲要見客戶，瞓房門關上嗰一瞬間，我聽見佢鬧咗句粗口，跟住係玻璃杯掟落牆上碎裂嘅聲。第二日係我哋嘅結婚紀念日，我破天荒請咗假，煮咗成台佢中意食嘅餸，甚至仲換上佢送俾我嘅嗰條我從來冇着過嘅真絲褂裙，標籤都未拆，因為佢話我着呢件性感。晚上9點，啲餸凍晒，手機屏幕亮起，仲要客戶臨時約見，唔返嚟啦。紀念日下星期補返。我盯住信息，突然笑出聲嚟，幾熟悉嘅借口啊！連標點符號都同尋日一樣。打通周敏俾我嘅號碼，我對住私家偵探講跟實佢，我要最詳細嘅報告。3日後，我收到一個文件袋，入面唔單止有馬子軒同林菲菲出入公寓嘅高清相，仲有酒店開房記錄、購物小票。佢甚至帶佢去我哋蜜月嗰陣住過嘅威尼斯酒店，幾諷刺。最令我心寒嘅係轉賬記錄，半年之間，馬子軒俾林菲菲轉咗近100萬，用嘅仲係我哋聯名戶口嘅錢。呢啲只係明面上嘅。偵探喺電話入邊講，暗地裏佢可能用比特幣或者其他方式俾咗更多。我坐喺工作室入面，窗外陽光明媚，卻感覺自己置身冰窖。5年嘅婚姻，原來只係一場精心設計嘅騙局。4月初，馬子軒公司舉辦周年晚宴，作為家屬，我不得不出席。我揀咗條低調嘅墨綠色長裙，將頭髮盤成優雅嘅髮綹。唔可以輸，尤其喺嗰個女人面前。會場入面觥籌交錯，馬子軒作為副總喺台上侃侃而談。我端住香檳，目光掃過人群，好快鎖定咗林菲菲。佢着住一條幾乎露背嘅紅色短裙，喺一班男同事中間笑到花枝亂顫。當我行近嗰陣，佢正喺度炫耀頸上條頸鏈。我嘅呼吸瞬間停滯，嗰係我外婆留俾我嘅古董紅寶石頸鏈，一直鎖喺屋企保險箱入邊。呢條頸鏈，我聽見自己把聲喺度震。林菲菲轉身，假眼睫毛下便對眼充滿挑釁。靚唔靚啊？子軒哥送俾我嘅生日禮物。周圍瞬間靜晒落嚟，幾個女同事交換住眼色，顯然都知道佢哋嘅關係。只有我呢個正室被蒙在鼓裏，的確靚。我強迫自己微笑。紅寶石最襯皮膚白嘅女仔，
不過我故意湊近，仿品就係仿品，寶石切割唔夠精細，條鏈亦太輕啦。林菲菲面色變晒，你亂講咩？呢條係真貨。子軒哥話值20幾萬嘅，我抿咗一啖香檳，轉身離開，心跳快到幾乎要衝出胸腔。嗰條頸鏈肯定係真品，我認得寶石內側嗰個細細嘅瑕疵。外婆講過，嗰係佢獨一無二嘅標記。馬子軒唔知幾時出現喺我身邊，面色陰沉。你同菲菲講咗啲咩？冇咩，我微笑，只係讚佢條頸鏈靚。佢眼神閃縮，嗰條係高仿，真嗰條仲喺屋企。係咩啊？我直視佢對眼。咁返屋企之後，我要好好睇下。馬子軒明顯慌咗，借口話要去敬酒，匆匆行開。我望住佢行向林菲菲，兩個人喺角落低聲傾偈，不時瞥向我呢邊。嗰一刻，我徹底死心啦。返屋企之後，我直奔保險箱，果然裝頸鏈嗰個絲絨盒空空如也。更加可笑嘅係，密碼都被重設咗。馬子軒大概唔記得呢個保險箱係我買嘅。我有備用密碼，重新打開保險箱，我發現唔止條頸鏈，仲有我收藏嘅幾件珠寶都唔見晒。最令人心驚嘅係，我哋嘅結婚證亦都不翼而飛。床頭櫃上，馬子軒部手機突然亮起。以前我從來唔碰佢部手機，但係而家我毫不猶豫咁攞起嚟。鎖屏壁紙，唔知幾時換咗做林菲菲嘅自拍。我試咗幾個密碼都唔啱，最後輸入林菲菲嘅生日，解鎖成功。微信入邊佢哋嘅聊天記錄露骨到令人作嘔。翻到最近一條，寶貝，我媽已經搞掂全家嘅簽證啦，下個月就可以去台里島辦婚禮。嗰個黃面婆嘅結婚證我已經燒毀咗。佢發現都冇用，我雙手發抖，繼續翻睇相簿，入邊存住林菲菲嘅產檢報告，懷孕8週，推算時間，正正係馬子軒開始加班最頻密嗰陣。浴室水聲停咗，我迅速將手機放翻原位，扮作喺度整理床鋪。馬子軒抹住頭髮行出嚟，見到我嗰陣明顯愣咗一愣。你喺度做咩？搵結婚證。我直視佢對眼，公司要辦家屬醫保，需要影印本。佢表情僵住咗，嗰個我收埋咗，聽日攞俾你。好啊，我微笑對啦。保險箱入面條頸鏈呢？我想襯翻嗰條墨綠裙。馬子軒嘅喉核滾動咗一下，借咗俾同事影相，好快就會還翻嚟。邊個同事？我追問。林菲菲嗎？佢面色即刻變晒，你咩意思？冇乜，我行向浴室，只係今日見到佢帶咗一條好似嘅乜尼門。我打開水喉，等嘩啦嘩啦嘅水聲蓋住自己嘅抽泣聲。鏡入面個女人雙眼通紅，嘴角卻掛住詭異嘅笑。馬子軒，你以為燒毀結婚證書就可以抹走我哋段婚姻？你以為偷走我條頸鏈送俾情婦，我就會啞忍吞聲？呢場遊戲先啱啱開始。私家偵探事務所嘅招牌低調到幾乎睇唔見，藏喺浦東一棟舊式寫字樓嘅17樓。我推開磨砂玻璃門嗰陣，一個戴住金絲眼鏡嘅中年男人正對住電腦皺眉。周敏介紹我嚟嘅。我把聲有啲震，手指緊緊攥住手袋帶。男人抬起頭，眼神銳利到好似鷹一樣。李成，佢指咗指對面張椅，坐。你丈夫嘅事。我點頭，從手袋入面拎出之前收集嘅相同銀行流水記錄。李成掃咗一眼，嘴角扯出一個冷笑。典型案，要捉奸在床嘅證據，定係資產轉移記錄？全部我聽見自己把聲入邊嘅冷意。仲有，我想知道佢最近搞緊咩投資移民。李成眉毛一挑，有線索，佢手機入邊提過培里島婚禮。
仲話已經銷毀咗結婚證書。我打開手機相簿，放大嗰張產檢報告，而且小三有咗。時間好趕啊！李成遞俾我一份合同，先簽呢份，預付款5萬，跟蹤調查每日2000，境外另計。我毫不猶豫咁簽咗名。5年前我同馬子軒領證，嗰日簽名節手震到幾乎揸唔穩支筆。今日我簽呢份調查合同嘅時候，筆跡揾到，好似簽一張無關痛癢嘅收據，行出事務所。4月嘅陽光刺到眼睛發痛，手機震動，係馬子軒。今晚媽生日，6點王府飯店，唔好遲到。我盯住個屏幕，突然諗起舊年奶奶生日，我送嗰條愛馬仕絲巾要價8000，佢當場嫌字識太老，轉手送咗俾佢細妹。而馬子軒當時就企喺旁邊，一句聲都冇出。知道咗，我回復道，隨後撥通另一個號碼，周敏幫我揾個離婚律師，要最狠嗰種。王府飯店嘅包廂金碧輝煌，馬家12口人已經到齊。我推門入去嗰陣，談笑聲即刻停晒。奶奶張明芳着住件繡金線嘅旗袍，頭髮燙到一絲不苟，正拉住林菲菲隻手，好似傾緊偈。林菲菲嗰個小三，居然光明正大坐喺本來應該屬於我嘅位置上。婉婷嚟咗。馬子軒嘅姑姐勉強笑住招呼我坐呢邊啊。我望向馬子軒，佢西裝筆挺，正低頭撳手機，連一個眼神都冇俾我。林菲菲就挑釁咁摸咗摸條頸，又係嗰條紅寶石頸鏈，喺燈光底下刺眼到好似血。呢位係我扮作疑惑咁指住林菲菲，子軒公司嘅同事嚟送生日禮物俾我㗎。奶奶笑得假惺惺，個小姑娘好識做，送咗我一對翡翠耳環，好過你舊年嗰條絲巾多多聲。我慢慢行到林菲菲身邊，俯身望住佢，呢條頸鏈真係好眼熟，可以借我睇睇咩？唔等佢反應，我直接伸手挑起條頸鏈墜，果然喺內側揾到嗰個細細嘅瑕疵，真係巧，我唔見咗一條一模一樣嘅。我把聲唔大，但足夠成台人聽清楚。已經報咗警，價值30萬嘅古董珠寶，夠晒立案標準。林菲菲面色白晒，馬子軒猛咁企起身。黃婉婷，你發咩癲？講笑啫。我微笑住直起身。不過呢位小姐最好小心啲，帶仿製品好容易俾人誤會。奶奶重重放低茶杯，咁好嘅日子，有啲人偏偏要搞到大家唔痛快。子軒換包廂，望住啲倒胃口嘅人食唔落飯，我拎起手袋，喺眾人震驚嘅目光之中轉身離開。移門一瞬間，我聽見奶奶尖銳嘅聲音：早就應該嚟，生唔出蛋嘅母雞仲咁囂張。走廊盡頭，我扶住牆先至冇跌低。手機喺手袋入邊震動，係李成發嚟嘅郵件。馬子軒確實搞緊新加坡投資移民，中介係寰宇出國，用嘅係林菲菲個名，附件係材料掃描件。我震住手點開附件，投資協議上馬子軒嘅簽名龍飛鳳舞。旁邊林菲菲個名仲畫咗個心心，日期係2個星期前我爸爸生日嗰日，佢話要見客，冇嚟到食飯。行出飯店，我撥通爸爸電話，響咗好耐先接，佢把聲虛弱到幾乎聽唔清楚。婉婷啊，爸，你點啊？我心頭一緊，冇事，就係有啲空口也。電話嗰頭傳嚟寵物跌落地嘅悶響。跟住係保姆嘅尖叫，我叫咗救護車，一路衝咗3個紅燈，趕到醫院急症室門口，醫生除低口罩，心肌梗塞，需要即刻做手術，家屬簽名，我簽完名，先諗起打電話俾馬子軒，第一次俾人掛斷。
第二次響咗好耐，佢先接，背景聲好嘈，好明顯，仲喺飯店做咩？把心臟病發喺華山醫院，你快啲過嚟，我呢邊走唔開。佢壓低把聲，你先處理，遲啲再講。電話掛斷咗，我盯住手機屏幕，突然笑出聲，笑到眼淚都流出嚟。護士擔心咁望咗我一眼，遞嚟一包紙巾。手術持續咗4個鐘，期間周敏趕嚟陪我，仲帶咗佢個律師朋友陳瑾，一個着住西裝套裙、眼神銳利嘅女人。先唔好諗離婚嘅事，周敏握住我隻手，叔叔會冇事嘅。陳瑾就直接遞俾我一份文件，呢個係你丈夫公司近3年嘅稅務報表副本，你名下有共同財產嗎？我搖頭，婚後馬子軒以合理避稅為理由，將房產同股票全部放咗喺佢阿媽名下。嗰陣我覺得冇所謂，而家諗翻，簡直蠢到極，麻煩大咗。陳瑾皺眉，佢喺轉移資產，新加坡嗰套投資移民最少需要200萬新元，錢係邊度嚟？我猛然諗起上個月馬子軒突然話要優化資產結構，叫我簽咗幾份文件。嗰陣我正趕緊項目，睇都冇睇就簽咗。嗰啲係咩文件？陳瑾警覺咁問。我唔知，我掩住塊面，我太信佢啦。陳瑾同周敏交換咗一個眼神，由而家開始唔好打草驚蛇，我哋會幫你查清楚資金流向，但你需要表現到一切如常。醫生呢個時候行出嚟，手術成功，但病人需要靜養，家屬可以入去睇睇，但唔好太耐。爸爸瞓喺病床上，身上插滿喉管，面色灰白到好似紙。我握住佢隻手，嗰次曾經拖住我行過婚禮紅地氈嘅手，而家凍到可怕。子軒呢？佢虛弱咁問佢。公司有急事，我擠出一個笑容，聽日就嚟。爸爸微微搖頭，你哋係咪出咗問題？我再都忍唔住，眼淚好似雨咁落。爸爸艱難咁抬手抹走我嘅眼淚，傻女唔好喊。爸爸。喺嗰一刻，我作咗一個決定。第二朝一早，我去咗銀行，櫃員話俾我聽，聯名戶口入面嘅800萬，上星期已經被轉走，簽名係我嘅，就係嗰份我匆忙簽咗嘅資產優化文件。查唔查到去向？我問，櫃員搖頭，轉咗去開曼群島一個戶口，之後無法追蹤。行出銀行，我打電話俾李成。我要馬子軒同林菲菲所有行蹤記錄，特別係出國計劃。正想揾你，李成把聲帶住興奮。你丈夫訂咗去三亞嘅機票，聽日出發，同行人林菲菲。我冷笑一聲，爸爸仲喺深切治療部，佢反而咁有閒情帶小三去旅行。返到屋企，我直接行向書房。馬子軒本護照果然唔喺保險箱入邊。奶奶上次嚟攞走之後就冇還返嚟，打開佢部電腦，密碼已經改咗。我試咗林菲菲生日錯誤，又試咗佢哋相識日期，成功入到去。桌面好乾淨，得一個文件夾，標住公司資料。點開之後，我呼吸一窒，入邊全部都係婚禮場地嘅相，海里島、馬爾代夫、布吉島，每張圖都標注住價錢同檔期。最新修改嘅係一個 Excel 表，標題係賓客名單，列住馬家12口人嘅護照資料。最諷刺嘅係文件建立日期係我哋嘅結婚紀念日，我影低所有證據，正想關機，突然發現右下角有個加密文件夾，試咗幾個密碼都打唔開，我記低路徑。發俾周敏識嘅 IT 專家。夜晚馬子軒返嚟嗰陣，我正喺廚房煲粥。爸爸醒咗之後話想飲我煲嘅魚片粥，爸點樣？
佢一邊換鞋一邊問，語氣敷衍到好似問天氣暫時穩定。我冇轉身，你聽日要去三亞。佢動作停咗一下，你點知？估嘅，我搞住煲粥。最近天氣好，適合去旅行。馬子軒行到我身後，我聞到佢身上嗰陣甜膩嘅香水味。公司組織嘅高管活動，帶家屬唔方便，係咩？我熄咗火，轉身直視佢。咁林菲菲點解可以去？佢面色變咗。你監視我，需要咩？我攞出手機，播放李成發嚟嘅一段錄音。馬子軒把聲清清楚楚聽得到。菲菲，聽日三亞見。我訂咗海底套房，就係你喺抖音收藏嗰間。馬子軒一手搶過手機，黃婉婷，你到底想點？我要離婚，我平靜咁講。佢愣咗一下，隨即冷笑離婚。你憑咩？冇工作，冇收入，連細路都生唔出，法院會將財產判俾你。我哋行住橋，我解低圍裙。係啦，唔記得話你知，我爸個主診醫生係周敏嘅未婚夫。你估如果佢知道女婿喺外父病危嗰陣帶小三去旅行，會點諗？馬子軒面色鐵青，突然揚起隻手，我企喺度冇喐，冷冷咁望住佢。最後佢放低隻手，攞起外套，摔門而去。我程好租揸車去醫院，路上李成發嚟消息，查到啦。加密文件夾入面有新加坡房產購買合同，署名馬子軒同林菲菲，日期係下個月。佢哋計劃喺你爸爸病重期間完成交易。醫院走廊空蕩蕩，我個腳步聲好似敲喺心上。爸爸已經轉到普通病房，見我嚟咗，努力坐起身。今夜仲嚟，帶啲粥俾你。我強忍住眼淚，屈咗一匙吹凍。小心熱爸爸飲咗2啖，突然握住我隻手。婉婷，爸爸老啦，護唔到你幾耐。如果段婚姻唔幸福，唔好勉強。我再都忍唔住，伏喺爸爸膊頭痛哭，喊夠咗。我抬起頭，抹乾眼淚。爸，我要離婚，但我唔會比佢哋好過。爸爸凝視我好耐，慢慢點頭。需要咩？爸爸幫你。只要你快啲好返，我擠出一個笑容。其他嘅我有計劃。窗外夜色如墨，風暴就快嚟。而今次我唔會再被私家偵探李成嘅辦公室煙霧彌漫。佢咬住支煙，將一沓箱推到我面前。雀里島寶格麗度假酒店，你丈夫訂嘅婚禮場地，下個月15號。我拎起最上面嗰張相，碧海藍天下嘅白色沙灘，心形花架已經搭好，旁邊立牌寫住馬子軒、林菲菲，永恆嘅愛，價錢唔平啊！李成輕輕彈咗彈煙灰，3日2夜套餐，折合人民幣60幾萬，用嘅係你哋聯名戶口嘅錢。我翻睇其他箱，有馬子軒同林菲菲試婚紗嘅箱。有奶奶張明芳喺珠寶店揀戒指嘅相，甚至仲有馬家12口人一齊辦護照嘅大合照，每個人面上都掛住笑容，仿佛呢一場荒唐婚禮係一件值得全家慶賀嘅大事。仲有更加震撼嘅，李成打開筆記本電腦，我喺林菲菲嘅雲端硬碟入邊揾到呢段片。影片入邊，馬子軒着住瞓袍靠喺床頭，林菲菲着住真絲瞓衣坐喺佢身邊。老公，嗰個女人發現點算？發現又點？馬子軒把聲充滿不屑。結婚證書我已經處理咗，財產都安排得七七八八。等我哋喺新加坡安頓好，佢想揾都揾唔到。林菲菲撒嬌咁望住佢。你媽真係同意你離婚啊？我媽錫你多過錫佢親生女。馬子軒氹咗佢一句，再講，你肚入邊係我哋馬家嘅孫，佢點會唔企你嗰邊？我猛咁合埋電腦，呼吸一下變得急促。李成遞咗一杯水俾我，
冷靜啲，而家唔係感情用事嘅時候。我好冷靜，我放低杯，聲音平穩到連自己都驚訝。呢啲證據夠離婚訴訟未？財產分割冇問題，但係重婚罪需要更多證據。理成拆息煙頭，我建議你揾個狠角色律師。3個鐘之後，我坐喺陳瑾律師事務所嘅梳化上，呢個被周敏稱為離婚官司殺手嘅女人，正仔細翻閱我帶嚟嘅所有材料，情況唔樂觀。陳瑾推咗推眼鏡，房產喺佢阿媽名下，公司股權結構複雜，境外資產更加難追溯。你簽過嗰幾份文件，好可能已經令你自動放棄咗大部分財產。我握緊拳頭，一啲辦法都冇。有，但係需要時間。陳瑾抽出一張紙，首先申請財產保存，凍結你哋聯名戶口剩低嘅資金。其次舉報佢稅務問題，呢啲轉賬記錄顯示佢至少瞞報咗500萬收入。最後佢停咗一下，眼神銳利得好似刀，收集重婚證據。如果佢哋真係喺外國登記結婚，你可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令佢坐監。我愣咗一下，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陳瑾冷笑，當然我哋目的唔係送佢入去，而係用呢個把柄逼佢套翻更多財產出嚟。行出律師事務所，我撥通咗爸爸嘅電話，佢把聲比前幾日有力多咗。婉婷，我啱啱收到銀行通知，戶口入邊轉咗300萬入嚟，係你做嘅。我將工作室賣咗。我抬頭望住灰蒙蒙嘅天空，爸，我要離婚，但係需要你幫手。電話嗰邊沉默咗幾秒，講吧，要爸爸做啲咩？馬子軒喺新加坡買咗樓，用嘅係轉移出去嘅資金。你個舊同學張叔叔唔係喺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做嘢咩？可唔可以？我明白。爸爸打斷我而家即刻聯絡佢。婉婷，記住，無論做咩，保護好自己。掛斷電話，我深吸咗一口氣。賣走工作室係我最後嘅退路，嗰度係我由大學開始經營落嚟嘅心血。但係比起俾馬子軒同林菲菲逍遙法外，呢啲犧牲根本算唔上咩？返到屋企，馬子軒罕有啖喺廚房煮緊咖啡，見我入門，佢擠出一個假笑返嚟啦。我煮咗你最中意飲嘅藍山，多謝。我放低手袋，扮冇睇見。佢偷偷打量我嘅眼神，爸嘅病情穩定咗，下星期就可以出院，咁就太好啦。佢將咖啡遞俾我，語氣虛偽到令人作嘔。係啦，下個月我媽60大壽。全家準備去處理島慶祝，你都一齊去啦。我爭啲笑出聲，佢哋真係當我係傻。好啊，我拎咗一口咖啡，需要準備啲咩咩？唔使，我全部安排好晒。佢明顯鬆咗一口氣，就係簽證可能需要你提供，結婚證保險箱入邊唔係有咩？我故作疑惑。馬子軒嘅表情僵住咗。嗰個上次搬屋可能整唔見咗，不過冇關係，民政局可以補辦。我聽日就去。我微笑住講，係啦，公司最近點樣？幾好。佢眼神閃縮，只係資金周轉有啲緊，可能要抵押間屋。我心入邊冷笑。呢層樓雖然係佢媽名下，但買樓錢係我哋婚後共同出嘅。有銀行流水做證，而家佢想抵押套現，諗都唔使諗，需要我幫手嗎？我露出擔心嘅表情。工作室仲有啲流動資金，唔使，佢連忙擺手，我搞得掂，你照顧好爸就得。夜晚我扮瞓咗，聽見馬子軒悄悄起身去咗書房，幾分鐘後，佢壓低聲打電話，菲菲搞掂咗，嗰個傻女人答應補辦結婚證。放心，我會睇實佢。新加坡層樓下個月就可以過戶。等佢返到睡房，我背對住佢，擘眼到天光。第二朝一早，我直奔民政局。職員查詢之後話俾我聽，你哋嘅結婚證冇被銷毀，
只係馬子軒先生申請咗儀式補辦，新證已經攞走咗，幾時嘅事？我握緊拳頭。上個月15號，職員翻睇記錄，同一日佢仲開咗婚姻狀況證明，話係用嚟辦境外簽證。我謝過職員，出門就即刻打俾陳瑾，佢補辦咗結婚證，仲開咗婚姻證明。係咪用嚟喺外國登記結婚嘅？聰明。陳瑾把聲帶住興奮，呢樣更加坐實咗重婚意圖。你而家去邊？房產局，我截咗架的士，查佢名下嘅房產記錄。房產局嘅查詢結果令人震驚，馬子軒喺過去半年入面，陸續將名下3層樓轉移咗去佢媽媽同妹妹名下，交易價全部都係帳子式嘅1蚊。呢個係典型嘅惡意轉移財產。陳瑾喺電話入面分析，不過唔使擔心，只要係離婚訴訟期間轉移嘅，法院都可以追回。咁新加坡層樓呢？需要新加坡方面配合調查。陳瑾話：你爸爸嗰邊有消息未？仲未。我望咗眼手機，我先返屋企，免得馬子軒起疑。返屋企路上，我繞路去咗一轉銀行，櫃員話俾我聽，聯名戶口入邊僅剩嘅50萬，今朝都被轉走咗。收款方係環宇出國諮詢公司，查唔查到具體用途？我問，櫃員搖頭，只係標注咗服務費。我即刻將呢個消息轉發俾李成，唔夠半個鐘，佢回電查到啦。呢個係辦理新加坡投資移民嘅中介費。馬子軒用你同佢嘅名義申請，但係主申請人係林菲菲。咩意思？佢係幫你哋3個人辦移民，但係林菲菲係主申請人，你同佢都係附屬。李成冷笑，咁樣一旦成功，佢可以隨時將你踢出去，同林菲菲喺新加坡合法結婚。我企喺街頭，4月嘅風吹喺臉上，卻感覺唔到一絲溫度。馬子軒嘅計劃咁周密，如果唔係我提早發現，好可能某一日醒嚟，發現自己已經一無所有，但被拋棄喺異國他鄉。返到屋企，我開始有系統地整理證據。馬子軒嘅電腦、手機、文件櫃，甚至垃圾桶都成咗我嘅目標。我影低每一份可疑文件，記錄每一個可疑電話，好似偵探一樣，拼湊住呢個針對我嘅陰謀全貌。夜晚爸爸打電話嚟，婉婷老張回覆咗，新加坡嗰層樓確實喺馬子軒名下，但有個奇怪嘅地方，買樓合約上有林菲菲嘅名，標注為未婚妻。我心頭一震，呢個可以證明重婚嗎？仲未夠，但加埋其他證據應該可以。爸爸咳咗幾聲，仲有件事，老張查到馬子軒通過地下錢莊往新加坡轉移咗至少2000萬。2000萬，我差啲攞唔穩部手機。佢邊度嚟咁多錢？公司賬上嘅。爸爸把聲沉重，佢偽造咗你嘅簽名，將公司流動資金差唔多掏空晒。我癱坐喺椅上，呢間公司係我爸爸當年資助馬子軒創立嘅，雖然法人係馬子軒，但公司章程明確規定，大額資金調動需要雙方簽名。爸，我應該點做先唔好打草驚蛇？爸爸將聲突然變得堅定。我已經聯絡咗審計事務所，聽日開始查公司賬目，你繼續收集證據，尤其係重婚嘅證據。掛斷電話，我打開電腦發電郵俾李成，可唔可以查到馬子軒同林菲菲喺台里島嘅婚禮預訂記錄？最好有佢哋簽名嘅文件。李成好快回覆，已查到需要額外費用，幾多都得。我回覆道，隨後將工作室尾款全部轉俾佢。第二日，馬子軒突然宣布要出差1星期。廣州有個大客，佢將西裝塞入行李箱，可能冇時間聽電話，有事發微信，我幫佢整理領帶，扮到依依不捨。早啲返嚟，
送佢出門後，我即刻聯絡李成，佢同林菲菲去邊？三亞。李成嗤笑，同一間酒店，同一間海底套房。我冷笑一聲，撥通咗稅務局舉報熱線，我要舉報偷稅漏稅。浦東機場國際出發大堂，人來人往。我企喺柱後面，望住馬家12口人圍埋一齊，有講有笑。馬子軒着住全身嘅深藍色西裝，林菲菲就一襲白色連身裙，腹部微微隆起，兩個人企埋一齊，似足準備開始蜜月旅行嘅新婚夫婦。家婆張明芳今日特別精神，燙捲嘅頭髮一絲不苟，大紅唇膏鮮艷奪目，正大聲指揮住親戚地寄艙行李。我數咗數，足足16件行李。其中幾個 LV 行李箱，仲係上年我陪佢喺巴黎買嘅。媽嚟睇呢個袋放邊？馬子軒個妹妹馬子琪舉住一個愛馬仕手袋，嗰個係我上年送俾佢嘅生日禮物，放隨身行李。整唔見咗點算？家婆一手搶過個袋，小心翼翼啖撫平皮革上嘅折痕，呢個可係真皮，值幾萬蚊㗎。我咬緊下唇，直到嘗到血腥味先鬆開。呢啲我用真心真意揀嘅禮物，如今全部成咗佢哋背叛之旅嘅行李。馬子軒突然望咗望表，然後環顧四周。我下意識往柱後縮咗縮，佢係咪揾緊我，定係確認我真係冇嚟搞亂？婉婷姐點解冇嚟送機？馬子琪扮天真淡問，聲音大到足夠俾我聽見。佢爸住院，邊有時間？家婆嗤笑一聲，再講啦，佢嚟咗幾掃興。林菲菲挽住馬子軒隻手臂，嬌聲道：子軒哥，我有啲驚搭飛機，冇事，有我喺度。馬子軒親咗親佢額頭，嗰種溫柔嘅樣曾經只屬於我。登機廣播響起，馬家一行人開始向安檢口移動。我攞出手機，影低佢哋每一個人嘅笑面，特別係馬子軒攬住林菲菲條腰嗰隻手，婚戒已經除咗，取而代之嘅係一隻鏗鑽嘅箔金戒指，喺燈光下閃閃發亮。等佢哋嘅身影完全消失喺安檢口之後，我先慢慢行向出口，手機震動，係李成發嚟嘅消息，以確認佢哋全部登機，婚禮後日舉行。我會喺現場。我回覆咗一個好字，然後刪除咗聊天記錄。返到屋企推開門嗰一瞬間，我愣住咗。呢個曾經令我覺得溫暖嘅家，而家陌生到似人哋間屋。客廳牆上仲掛住我哋嘅婚紗相。馬子軒領住我條腰，笑容燦爛到刺眼。我搬嚟凳仔，除低相框，用力砸喺地上，玻璃碎裂嘅聲音清脆悅耳，箱入邊嘅笑臉被裂縫一分為二。我喺碎片入邊執出張相，撕成兩半，然後打開保險箱，將馬子軒嗰一半掉咗入去，同嗰條假頸鏈、假手錶、假承諾鎖埋一齊。保險箱最底層係一個牛皮紙袋，入邊裝住呢3個月嚟我收集嘅所有證據，雙錄音銀行流水房產記錄，仲有爸爸俾我嘅公司審計報告，上面清清楚楚顯示馬子軒挪用公款超過2000萬。我坐喺地板上開始整理呢啲文件。分門別類淡貼上標籤，陳瑾講過，法庭只認證據，唔認眼淚。我要確保每一份證據都無可辯駁。電話突然響起，係周敏婉婷，你喺邊？我查到啲嘢，你一定要睇睇。半個鐘後，我坐喺周敏嘅辦公室入邊，望住佢電腦屏幕上複雜嘅資金流向圖。馬子軒唔單止轉移咗公司資金，周敏指住幾條紅色線條，佢仲通過地下錢莊往新加坡洗錢。更加核突嘅係，佢點開一個文件，佢哋喺於里島嘅所有消費，全部都係用你哋聯名戶口支付嘅。
我盯住嗰啲酒店賬單、婚紗租借婚戒購買記錄，每一筆都好似刀仔插喺心口。呢啲錢入邊有一部分係我工作室嘅盈利，係我通宵畫設計圖賺翻嚟嘅血汗錢。可以凍結戶口咩？我把聲冷靜到唔似自己。已經遲咗。周敏嘆氣，戶口結餘只係剩低幾百蚊，但唔使擔心，呢啲消費記錄就係證據。離婚嗰陣，法院會要佢吐翻出嚟。佢遞咗杯熱茶俾我。仲有件事，你最好有個心理準備。我握緊隻杯，講啦。周敏打開社交平台，林菲菲嘅賬號赫然在目。最新更新係一張婚紗相，佢着住露背魚尾婚紗。馬子軒由後面抱住佢，兩個人喺夕陽下嘅沙灘上接吻。配文係終於等到你，我嘅馬太太。井號驢里島婚禮，井號真愛無敵。我啲手指不受控制淡震，熱茶灑喺手背上，卻感覺唔到痛。截圖保存咗未？我放低隻杯。周敏點頭，全部取證咗，仲聯絡咗平台做公證婉庭。你仲好嘛？好好。我深吸一口氣。佢哋越高調，證據就越充足。返到屋企已經係深夜，我沖完涼瞓喺床上，卻完全冇瞓意。手機亮起，喺李成發嚟嘅加密電郵現場相，請查收。我點開附件。第一張就係馬子軒同林菲菲喺婚禮現場嘅合照，佢哋企喺鮮花拱門下，身後係蔚藍嘅印度洋。馬家12口人分列兩邊，每個人臉上都洋溢住祝福嘅笑容。家婆張明芳着住暗紅色旗袍，企喺新人旁邊，活似一位滿意嘅太后。第二張相令我猛啖坐直咗身。林菲菲頸上戴住嘅，赫然就係嗰條失蹤嘅紅寶石頸鏈，我嘅家傳之物，而家成咗佢婚禮上嘅裝飾。我一張張翻睇相，心如刀割，卻又異常清醒。馬子軒幫林菲菲戴婚戒嗰陣嘅心情，切蛋糕嗰陣嘅甜蜜，親吻嗰陣嘅陶醉，每一個瞬間都被專業相機捕捉低，而家成咗佢重婚嘅鐵證。最後一張相入邊，馬子軒企喺海邊，舉住香檳向鏡頭致意，臉上寫滿得意。佢似乎確信自己已經贏咗，成功拋棄咗原配，帶住情人同全家開始新生活。我關上電腦，行到露台。5月嘅夜風帶住花香，遠處城市嘅燈火好似星辰淡閃爍。喺呢個夜晚，有幾多人同我一樣，企喺孤獨嘅黑暗入邊，望住別人嘅幸福。手機再次震動，係陳瑾發嚟嘅消息，移民局已經受理舉報，稅務稽查聽日進駐馬子軒公司。你嗰邊進展點？我回覆已取得重婚現場相，正係整理其他證據。陳瑾好快回道：好好記住，無論佢哋做咩，保持冷靜。憤怒會令人犯錯，而我哋需要完美無缺嘅證據鏈。我放低手機，望住夜空中嘅月亮。聽日馬子軒同林菲菲會喺台里島醒嚟，享受佢哋嘅新婚生活，而我就會開始一場冇硝煙嘅戰爭。今次我唔會再流眼淚，嗰啲眼淚我要佢哋用血嚟還。台里島嘅天空藍到刺眼，陽光灑喺寶格麗度假酒店嘅無邊際泳池上，折射出鑽石一樣嘅光芒。我坐喺陳瑾律師事務所嘅會議室入面，望住李成發嚟嘅實時影片。馬子軒着住白色西裝，企喺鮮花拱門底下，等緊佢嘅新娘。佢哋真係捨得使錢。陳瑾推咗推眼鏡，指住屏幕上佈置得好講究嘅婚禮現場。呢個場地費起碼20萬，仲未計佈置。我死死盯住屏幕，指甲不知不覺
陷入掌心影片入面，林菲菲着住 Vera Wang 嘅訂製婚紗，喺12個花仔花女嘅引領下，慢慢行向馬子軒。佢腹部微微凸起，卻刻意挺得更加明顯，好似喺向全世界宣告佢嘅勝利。馬家12口人都到齊，我問陳瑾點頭，全部出席。你睇張明芳坐喺第一排，笑到好似一朵菊花。鏡頭掃過賓客席，果然奶奶張明芳着住暗紅色旗袍，胸前別住一朵紅花，塊面堆滿笑容。馬子軒嘅姑姐、舅父、表兄弟姊妹們個個盛裝出席，舉住手機不停影相，冇一個人記得。馬子軒仲有個合法妻子喺上海，佢哋用嘅仲係聯名戶口嘅錢。陳瑾遞俾我一份銀行流水記錄，尋日又拆咗30萬用嚟支付婚禮尾數。我接過賬單，望住嗰個熟悉嘅戶口號碼，胃入邊一陣絞痛。呢個戶口入邊有我工作室3年嘅利潤，而家卻變成佢哋奢華婚禮嘅提款機。材料都準備好未？我深吸一口氣，將視線從影片上移開。陳瑾拍咗拍台上厚厚一沓文件，移民局、稅務局、公安局、銀監會，所有舉報材料都齊晒。你確定要今日提交？就今日，我望咗一眼手錶，佢哋婚禮儀式啱啱開始，等國內收到材料，啱啱好就係佢哋洞房花燭夜。陳瑾笑咗，夠狠。我中意，我哋分頭行事。陳瑾去稅務局同公安局，我就直接去移民管理局。接待我嘅係一位中年女官員，佢仔細睇咗我提供嘅材料，眉頭越皺越緊。馬子軒涉嫌重婚，而且正喺度辦投資移民。佢翻睇住婚禮商同新加坡房產合同，膽真係唔細啊！佢仲偽造我嘅簽名，轉移資產。我補充道：呢啲係銀行流水記錄同筆跡鑑定報告。女官員接過文件，眼神入面帶住同情。我哋會即刻調查。如果佢真係喺境外登記結婚，唔單止移民申請會被拒，現有護照都有可能被註銷。呢個正正就係我想要嘅。我微笑住講，離開移民局，我又去咗銀監會。接待員聽到我要舉報洗錢同非法轉移資產，直接帶我去咗處長辦公室。材料好充分，處長睇完之後嚴肅咁講：我哋會即刻凍結相關戶口，並且調查地下錢莊嗰條線。最後一站係公安局經偵支隊。接待我嘅警官睇咗馬子軒挪用公款嘅證據之後，即刻叫咗同事過嚟。涉案金額巨大，已經構成刑事犯罪。佢喺電腦上快速記錄，我哋會聯絡新加坡警方協助調查嗰套房產。行出公安局嗰陣已經係黃昏，夕陽將天空染成血色。我企喺台階上，突然感到一陣虛脫。呢3個月嘅調查取證奔波，終於喺呢一日全部爆發。手機震動，係李成發嚟嘅消息。儀式結束，晚宴開始。馬子軒飲多咗，正喺度炫耀自己點樣呃過你。要影片咩？我回覆要。影片再入嗰陣，我行入路邊一間咖啡店，叫咗杯熱美式。屏幕亮起，馬子軒企喺佈置華麗嘅宴會廳中央，舉住香檳，成塊面紅晒。嗰個黃面婆到而家仲蒙在鼓裏。佢打咗個走夾，我早就將財產轉移清晒，佢1毫子都攞唔到。賓客哄堂大笑。鏡頭掃過林菲菲，佢嬌羞咁靠喺奶奶膊頭上，奶奶就一臉得戚咁摸住佢個肚。呢個先係我馬家嘅好新抱，一有就係仔。馬子軒繼續吹噓，等新加坡間屋過戶完，我就起訴離婚。佢冇工作，冇收入，法院一定會將細路判俾我。我唔啱，
佢連細路都生唔出，又係一陣廚笑。我關掉影片，端起咖啡，一口飲晒。苦澀嘅液體滑過喉嚨，卻及唔上心入邊1/1000。手機又響咗，今次係爸爸婉婷。審計結果出咗嚟，馬子軒唔單止挪用咗公款，仲喺外面借咗高利貸，用嘅全部都係公司名義。幾多？我握緊手機，連本帶利差唔多3000萬。爸爸把聲沉重，債主已經揾上門。我閉上眼睛，呢個意味住，就算我追翻被轉移嘅資產，都要先還清呢啲債。馬子軒唔單止背叛咗我，仲幫我掘咗個深不見底嘅財務陷阱。爸公司仲可以頂幾耐？最多1個月。爸爸嘆咗口氣，除非即刻注資2000萬。我掛斷電話，企喺街頭茫然四顧，賣咗工作室嘅錢已經所剩無幾，去邊度湊呢2000萬？咖啡店嘅電視正播放財經新聞，突然一條消息吸引咗我注意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近日查處一宗跨境洗錢案，涉案金額超過5億新元。畫面切換到新加坡某個高級公寓被查封嘅場景，我猛咁企起身，嗰度正正就係馬子軒買房產嘅小區。我即刻撥通陳瑾電話。喺今日嘅財經新聞，新加坡嗰邊有動作啦。睇到陳瑾把聲帶住興奮。我啱啱收到移民局電話，馬子軒嘅護照已經被列入黑名單，一入境就會被扣。咁佢而家喺外國，暫時安全，但只要踏上中國領土，即刻玩完。陳瑾冷笑，係啦，稅務稽查已經進駐佢哋公司，馬子軒副總辦公室被查封咗。返到屋企，我打開電腦，發現林菲菲嘅社交媒體又更新咗9宮格，相片展示住佢哋嘅奢華婚禮。5層婚禮蛋糕、勞斯萊斯花車、寶格麗酒店嘅總統套房，每張相都配住矯情嘅文字。最好嘅愛情係雙向奔赴。多謝馬先生俾我夢想中嘅婚禮。我冷靜咁截圖保存，然後點開佢嘅追蹤列表，揾到佢父母嘅賬號。果然，佢哋都有參加婚禮，仲發咗全家福。林父係個滿面橫肉嘅中年男人，配文係女婿有出息，女兒有眼光。我忽然諗起馬子軒曾經評價我爸爸李巴太清高，唔識變通，所以一世都發唔到達。而家諗翻，佢口中嘅變通無非就係犯法亂紀罷了。夜深咗，我卻完全冇憤意。李成發嚟最後一段影片。馬子軒醉醺醺咁俾人扶入洞房，林菲菲嬌笑住閂門，奶奶張明芳喺走廊上向親戚炫耀。菲菲懷嘅係仔 B 超都照過啦，我哋馬家終於有後啦。影片結束，我關掉電腦，行到露台上。5月嘅夜風帶住花香，遠處城市嘅燈光好似星辰咁閃爍。喺呢個夜晚，馬子軒正攬住佢嘅新娘入睡，做住返國之後就可以徹底擺脫我嘅美夢。佢唔知道嘅係，一張無形嘅網已經收緊，只等佢自己撞入嚟。手機亮起，陳瑾發嚟消息，所有部門都已立案。馬子軒回國之日，就係佢噩夢開始之時。我回覆多謝，然後刪除咗聊天記錄。瞓喺床上，我本嚟以為會失眠，卻意外咁好快瞓着。夢入面，我企喺機場海關，望住馬子軒被截低嗰陣，張錯愕嘅面，嗰個表情比任何復仇都更加令我滿足。比利島機場嘅貴賓休息室入邊，馬子軒翹住二郎腿，手指喺手機屏幕上快速滑動。佢啱啱更新咗朋友圈9宮格婚禮相，收穫過百個讚，留言區一片祝福聲。老公，你睇呢條頸鏈靚唔靚？林菲菲湊埋去，
指住免稅店廣告冊上一款鑽石頸鏈，把聲甜到發離。馬子軒掃咗一眼，價錢88000，眉頭都冇皺一下買。刷我俾你嗰張卡，子軒啊，今次婚禮辦得唔錯。奶奶張明芳抿住紅茶，塊面堆滿笑容。菲菲爸媽好滿意，話我哋馬家夠大體。馬子軒得戚咁笑咗，呢啲算得係咩？等到咗新加坡，仲有更好嘅。新加坡間屋幾時可以入住？林菲菲依偎喺佢膊頭，手指唔安分咁喺佢胸口畫圈。下個月就。馬子軒嘅說話被機場廣播打斷。乘搭 G892航班前往上海嘅旅客，請前往登機口辦理登機手續。馬家12口人浩浩蕩蕩行向登機口。馬子軒擰住林菲菲條腰，不時摸一下佢尚未顯懷嘅肚，仿佛嗰入邊懷住嘅係成個馬家嘅未來。10個鐘嘅飛行之後，飛機平穩降落喺浦東國際機場。馬子軒伸咗個懶腰，幫林菲菲從行李架拎出愛馬仕手提包，嗰個係婚禮上收到嘅禮物，價錢頂得上我3個月嘅收入。終於翻嚟啦！馬子軒打咗個呵欠，翻屋企好好瞓一覺。聽日仲要返公司處理嗰啲爛攤子。林菲菲撒嬌咁靠喺佢身上，人哋唔想住酒店啦，想早啲去新加坡嘛。好快好快。馬子軒錫咗錫佢額頭，等我搞掂離婚手續，錢都轉晒出去，我哋就佢嘅說話戛然而止。海關通道前，一個着住制服嘅工作人員截住咗佢哋。請問係馬子軒先生嗎？係我。馬子軒皺眉。咩事？工作人員核對咗一下平板電腦，請跟我嚟一下。我哋點啊？奶奶張明芳尖聲問道。憑咩嘢截住我哋？例行檢查。工作人員面無表情咁講，帶住馬家一行人行去旁邊嘅檢查室。檢查室入邊，2名海關人員同1名警方人員已經喺度等緊。台上攤開住幾份文件，我一眼就認出，其中有我提交俾移民局嘅材料副本。馬子軒先生，年紀較大嗰位海關人員開口，經查核，你嘅中國戶籍已經被依法註銷，呢份係限制入境通知書。咩？馬子軒面色瞬間白晒，呢個冇可能，我出國之前明明仲好好地。官員推咗推眼鏡。根據相關國籍同出入境規定，你涉嫌用不實材料取得外國永久居留身份，而且婚姻狀況存在重大問題。中國唔承認雙重國籍，你嘅戶籍已經依法被註銷，婚姻狀況有問題。林菲菲尖聲叫咗出嚟。邊度有問題？我哋係合法夫妻。官員冷冷咁望咗佢一眼。按照中國法律，馬子軒先生同黃婉婷女士嘅婚姻關係目前仍然存在。你哋喺境外舉行嘅婚禮喺中國法律之下並冇法律效力，而且可能需要承擔相應法律責任。馬子軒額頭滲出冷汗，呢度面一定有誤會，我可以解釋。有咩好解釋？奶奶張明芳突然爆發，我個仔一早就應該同嗰個女人分開，佢咁多年都冇小朋友，仲一直霸住馬家身抱個位唔放。官員皺起眉頭，呢位女士，請注意你嘅言辭。馬子軒先生，請你同我哋走一趟，配合調查。調查咩調查？馬子軒把聲開始發震。關於你涉嫌重婚轉移資產、偷稅漏稅，以及透過非法渠道洗錢嘅調查。官員示意警察上前，你有權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講嘅一切都將會成為呈堂證供。林菲菲一手捉住馬子軒條手臂，老公，呢個係咩回事？你唔係話全部都處理好咗咩？我都唔知。馬子軒嘴唇震住，眼神慌亂咁掃視住成個房間，好似喺度揾逃生出口。
警察俾佢戴上手銬嗰陣，奶奶張明芳終於意識到件事嘅嚴重性，佢撲上去撕扯警察嘅制服，放開我個仔！你哋知唔知佢係邊個？佢係大公司嘅副總。媽，冇鬧啦！馬子軒嘅妹妹馬子琪拉住佢，面色白晒。咁多人睇住啊！確實，海關檢查室外已經圍咗唔少睇熱鬧嘅旅客，有人甚至舉住手機喺度拍馬子軒被帶走嘅畫面。林菲菲歇斯底里嘅哭喊，奶奶撒潑打滾嘅醜態，全部都變成別人朋友圈入邊嘅精彩素材。馬家剩低嗰11口人被帶到另一個房間，工作人員開始逐一檢查佢哋嘅護照同簽證經查。你哋涉嫌協助他人非法出境同埋洗錢活動，官員宣布你哋嘅護照將會被暫扣，限制出境6個月。憑咩？馬子軒嘅舅父拍台企起身，我哋只係去參加婚禮，犯咗咩法？如果對決定唔服，可以申請行政復議。官員不為所動，而家請交出你哋嘅護照。一片混亂之中，林菲菲突然暈低喺地，引嚟一陣尖叫。醫護人員趕嚟檢查之後宣布，佢只係情緒激動導致短暫昏厥，胎兒冇事。我要告你哋！家婆張明芳指住官員個鼻大鬧，我個仔係新加坡永久居民，你哋冇權咁對佢。根據我哋掌握嘅資料，官員冷笑，馬子軒先生嘅新加坡永久居留申請已經被駁回，原因係提供虛假材料同涉嫌犯罪。你哋而家只有中國國籍，必須遵守中國法律。呢句話好似一盆冰水淋喺馬家人頭上，佢哋面面相覷，終於意識到問題嘅嚴重性。佢哋精心策劃嘅海外新生活都未開始就已經破滅咗。馬子軒被帶走之前，終於爭取到一個打電話嘅機會。佢剪等住手指撥通咗我個號碼。婉婷佢把聲帶住前所未有嘅慌亂。出事啦！我被海關扣住咗，佢哋話我嘅戶籍被註銷咗。呢到底我知道。我平靜膽打斷佢，電話嗰邊沉默咗幾秒。你知道，馬子軒，我慢慢膽講，每一個字都好似刀咁鋒利。我已經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，並且舉報咗你重婚、轉移資產同偷稅漏稅嘅行為。而家請你好好享受自己種落嘅苦果。黃婉婷，佢把聲突然拔高，帶住難以置信嘅憤怒。你竟然咁！你知唔知你而家做緊咩？我會令我點樣？我輕笑一聲，淨身出戶嗎？可惜而家要被清算嘅人係你。掛斷電話，我行到窗前，6月嘅陽光明媚燦爛，照喺小區花園入面玩緊嘅小朋友身上，佢哋嘅笑聲飄上嚟，清澈悅耳。手機震動，係陳瑾發嚟嘅消息，馬子軒已經被刑事拘留。公司戶口凍結，新加坡房產被查封，做得好。我回覆呢個只係開始。放低手機，我打開電腦，調出李成發嚟嘅最後一段影片。馬子軒喺婚禮晚宴上醉酒炫耀，畫面入邊佢舉住香檳，得戚洋洋淡向親友保證，等到咗新加坡，嗰個黃面婆連我一隻物都唔好諗住攞到。我按下暫停鍵，將畫面放大。馬子軒嗰張自得意滿嘅面，而家應該只剩低驚恐同絕望了啩。門鐘響咗，我打開門，周敏企喺外面，手上拎住一支香檳同2隻杯，慶祝一下。我笑住俾佢入嚟，太早啦，等離婚判決書落嚟先慶祝。唔止呢樣。周敏神秘淡眨眨眼，我啱啱收到消息，新加坡嗰邊查封咗馬子軒嘅房產之後，發現嗰棟樓涉及一個龐大嘅洗錢網絡，而家國際刑警都介入調查咗。我倒吸一口冷氣，佢會坐監嗎？如果證據確鑿，10年起步。周敏斟咗杯水俾我，你仲好嗎？
我望向窗外嘅陽光，突然感到一種奇特嘅平靜。曾經我以為失去馬子軒會令我崩潰，而家我卻只覺得輕鬆，好似卸低咗一個沉重嘅包袱。我好好，我微笑住回答，前所未有咁好。周敏拍咗拍我膊頭，係啦，林菲菲嗰邊佢點樣？佢同佢父母被帶到派出所問話，聽講一出嚟就嗌住要同馬子軒撇清關係。周敏痴笑，真愛無敵，我哋都笑咗。呢陣笑聲乾淨明亮，冇摻雜一絲陰霾。喺呢一刻，我終於明白，有啲人離開唔係損失，而係幸運。手機又響咗，今次係一個陌生號碼。我接通之後，聽到一把帶住哭腔嘅女聲：王姐，我係林菲菲，我挑眉有事，我唔知道。子軒仲未離婚，佢抽泣住。佢我話一早離咗，我而家有咗新人，可以點算啊？嗰個係你嘅問題。我冷靜膽回答，順便提醒你，嗰條紅寶石頸鏈係我嘅個人財產，請盡快歸還，否則我可以報警處理。電話嗰邊傳嚟一聲尖叫，跟住就係嘟嘟嘅忙音。周敏好奇但望住我，佢講咩？冇咩？我放低手機，只係想幫自己開脫啫。周敏點點頭，突然諗起啲嘢，係啦，你爸間公司嘅資金缺口我已經補上咗。我話賣走工作室嘅錢，加埋我呢啲年嘅積蓄，啱啱好2000萬。周敏瞪大眼，你將所有錢都投咗入去，咁你自己點算？重新開始咯。我聳聳肩，反正最壞嘅時候已經過咗。係嘅，最壞嘅時候已經過咗。嗰個喺機場海關被告知戶籍註銷嘅馬子軒，嗰個喺拘留所等緊審訊嘅馬子軒，嗰個被林菲菲同家人拋棄嘅馬子軒，先係真正開始面對噩夢嘅人。而我黃婉婷終於可以開始新嘅人生。台里島康萊德酒店嘅總統套房入邊，林菲菲將枕頭狠狠砸向牆壁。佢啱啱同前台大吵一架，馬子軒嘅信用卡被拒付，佢哋被要求即刻搬出酒店。點會咁？佢尖聲質問馬子軒嘅妹妹馬子琪：你唔係話你屋企好有錢咩？而家連酒店錢都俾唔起啦！馬子琪鐵青住塊面檢查手機銀行所有戶口都被凍結咗，連我媽個退休金戶口都用唔到，咁點算？林菲菲捉起愛馬仕袋，翻揾現金。我身上只剩低2000美金。門外馬家其他親戚嘈嘈嚷嚷，但逼喺走廊上。家婆張明芳正用蹩腳嘅英文同酒店經理爭論：我個仔係公司副總，點可能冇錢？一定係你哋系統出咗問題。經理面冇表情，淡遞過 POS 機，請再試一次。張明芳顫抖住手，刷咗自己張白金卡，再次被拒。佢塊面色瞬間灰敗，額頭滲出冷汗。呢個唔可能，呢張係我最後嘅備用卡。酒店保安已經開始收拾佢哋嘅行李。1個鐘之後，馬家12口人拖住行李箱，企喺酒店門口嘅烈日下，佢哋叫咗4架的士，前往當地最平嘅背包客旅館。嗰度嘅價錢係康萊德酒店嘅1/10。旅館房間狹窄潮濕，床單上有可疑嘅污漬。林菲菲一入門就崩潰大喊：我唔住呢啲地方，我有咗新人，需要好啲嘅環境。收聲！張明芳突然暴露，要唔係你勾引我個仔，點會搞到今日呢個地步？林菲菲愣住咗，隨即反擊：係你個仔追我，話乜原配生唔出仔，一早就應該離婚。爭吵聲引嚟旅館老闆敲門警告。馬子琪紅住眼拉開2個人：唔好嘈啦，而家最重要係聯絡到我哥，搞清楚國內到底出咗咩事。但係馬子軒嘅電話始終打唔通，佢哋唔知道。
此時嘅馬子軒正喺上海市看守所入面，面對經偵支隊警官嘅連續審訊。馬先生，你公司賬面上消失嘅2000萬去咗邊？警官推過一沓轉賬記錄。馬子軒件西裝皺巴巴領帶早就唔知去咗邊。佢盯住審訊室牆上嘅時鐘，已經連續審訊8個鐘，警官輪流上陣，連水都唔俾佢多飲。嗰個係正常投資，佢把聲沙啞，有合約做證，投資。警官冷笑，錢轉到開曼群島空殼公司，然後通過地下錢莊使到新加坡買樓，呢個叫投資。馬子軒嘅瞳孔猛然收縮。佢哋點會知道得咁詳細？仲有警官又推過一份文件，你同林菲菲喺境外舉行婚禮嗰陣，同黃婉婷女士嘅婚姻關係仍然存續。呢個涉嫌重婚罪，最高可以判2年。我哋冇正式登記。馬子軒急忙辯解，只係辦咗個儀式。警官點開平板電腦，播放咗一段影片。馬子軒喺婚禮上大聲宣布，由今日開始，林菲菲就係我合法嘅太太。馬子軒面如死灰，呢段影片係點嚟㗎？佢明明檢查過賓客名單，確保冇可疑人物。馬先生，警官合上文件夾，你而家嘅處境好危險，稅務重婚，洗錢挪用公款，數罪併罰10年起步。馬子軒嘅律師終於獲准會見，佢帶嚟嘅消息更加令人絕望。公司董事會已經緊急開會，罷免咗你副總嘅職務。你母親名下嘅3層樓被法院查封，你妹妹嘅銀行戶口亦都被凍結咗。黃婉婷、馬子軒咬牙切齒，一定係嗰個賤人搞鬼。律師搖頭，唔止佢。稅務局、銀監會、移民局，至少有6個部門喺調查你。你得罪咗咩大人物？馬子軒突然諗起黃婉婷嘅爸爸，嗰個睇落溫和嘅老頭，喺商界打滾咗幾十年，人脈深不可測。佢一直睇唔起外父嘅清高，而家先意識到呢種清高背後係唔需要炫耀嘅實力可以保釋嗎？佢啞聲問難。律師嘆氣，你被列為高風險嫌疑人，法院擔心你潛逃。與此同時，我正坐喺陳瑾律師事務所嘅會議室入邊，簽署最後幾份離婚訴訟文件。馬子軒被刑事拘留，對我哋嘅離婚訴訟非常有利。陳瑾遞俾我一份財產清單，根據調查，佢名下可以分割嘅財產大約1200萬。包括嗰架保時捷同幾隻名表，太少啦。我就為佢至少轉移咗3000萬，唔使急。陳瑾微笑，新加坡嗰層樓已經被查封，等佢定罪之後，法院會強制追回贓款。你爸爸間公司嘅2000萬損失，亦都可以通過民事訴訟追翻嚟。我點點頭，喺文件上簽低名，窗外嘅陽光照喺簽名處。嗰個曾經代表馬太太嘅名，好快就要重新變翻黃婉婷。周敏推門入嚟，手上攞住一沓打印紙。媒體開始報道啦。我接過一睇，財經週刊嘅頭條，赫然係某上市公司高管涉嫌重婚洗錢被刑拘。文中雖然冇點名，但係圈內人一睇就知道係邊個爆料。我有啲驚訝，唔知道。周敏聳肩，但係唔止一間媒體報道，微博上已經有話題啦。井號高管戲原配娶小三井號。我部手機突然響起，係一個陌生號碼。接通之後，對方自稱係都市日報記者，想訪問我對馬子軒案件嘅睇法。冇意思，我唔接受訪問。我果斷掛斷。望向陳瑾，媒體點會有我電話？資料外泄好正常。陳瑾思索片刻，不過為咗安全，你呢段時間最好換個號碼。啱講完，我部手機又響咗，今次係林菲菲嘅爸爸，聲音入面帶住壓抑嘅怒火。
黃小姐，我個女係被馬子軒呃咗，佢話根本唔知道你哋未離婚。林先生，我冷靜回應，你個女同我丈夫嘅婚外情持續咗至少1年，佢頸上而家仲戴住我屋企嘅全家頸鏈。你話佢唔知道？電話嗰邊沉默咗幾秒。頸鏈我哋可以還，但菲菲而家有咗新人，馬子軒要負責，嗰個係你哋嘅事。我掛斷電話，直接關機。陳瑾遞俾我一部新手機，用呢部啦，號碼只有我同周敏知道。夜晚返到屋企，我打開電視，財經頻道正喺度討論馬子軒案件。專家分析，如果洗錢罪名成立，佢可能面臨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我關掉電視，行到露台。6月嘅夜風帶住無籽花嘅香氣，遠處城市嘅燈火依然璀璨。喺呢場婚姻嘅廢墟上，我終於睇到重生嘅曙光。手機震動，係李成發嚟嘅消息，馬家人喺漁里島陷入困境，被逼搬到平價旅館。林菲菲父母趕到之後，同張明芳爆發激烈衝突。當地警方介入，隨消息附帶嘅箱入邊，張明芳頭髮凌亂，坐喺警署入邊，完全冇咗往日嘅趾高氣揚。林菲菲就喊到眼都紅晒，腹部微凸，睇落狼狽不堪。我回覆繼續觀察，然後刪除咗對話。第二朝清晨，周敏急急腳打電話嚟，婉婷睇今日嘅財經晨報。我翻開電子版，第3版整版報道咗馬子軒案件，詳細列出佢挪用公款重婚洗錢嘅證據鏈。最引人注目嘅係，文章提到一個代號高嘅神秘人物，疑似係地下錢莊嘅幕後操控者。呢件事已經超出離婚範疇啦。周敏把聲緊張，馬子軒可能捲入咗一個龐大嘅洗錢網絡。我猛然諗起馬子軒最近呢1年成日提起嘅林總，會唔會就係呢個人呢？佢曾經好多次帶林菲菲去參加林總嘅飯局，仲得戚咁話自己識咗大人物。正喺度諗緊嗰陣，門鐘響咗，透過防盜眼，我見到2個着制服嘅人企喺門外。黃女士其中一個人出示證件。我哋係公安局經偵支隊嘅，想請你協助調查馬子軒案件。我打開門，心跳加速。請入佢哋問咗我關於馬子軒經濟往來嘅細節，特別關注一個叫林國強嘅名。林國強，我搖頭，冇聽馬子軒提過。不過林菲菲嘅爸爸姓林，唔係佢爸爸。警官遞俾我一張相，認唔認得呢個人？箱入邊個男人大約50歲，方臉濃眉，眼神銳利。我仔細端詳，突然諗起啲嘢。馬子軒公司年會上，我見過佢。當時馬子軒介紹話係乜嘢投資公司嘅老闆。警官們交換咗一個眼神，佢係跨境洗錢團伙嘅頭號嫌疑人。馬子軒通過佢嘅地下錢莊轉移咗至少2000萬。我倒抽一口涼氣，馬子軒唔單止背叛咗我，仲捲入咗刑事犯罪。送走警官之後，我即刻聯絡咗陳瑾。佢聽完情況，聲音變得嚴肅婉婷。呢單案已經唔單止係離婚咁簡單。我建議你呢段時間保持低調，最好搬去同你爸爸一齊住。當日下晝，我簡單執咗行李，暫時住入爸爸屋企。爸爸嘅書房入邊，佢遞俾我一杯熱茶。新加坡嗰邊有消息啦。咩消息？老張查到馬子軒買嗰套房產，實際控制人係林國強。爸爸面色凝重，更加 QK 嘅係呢個林國強30年前就識張明芳。咩？我震驚咁放低茶杯。佢哋一早就識。爸爸點頭。張明芳年輕嗰陣喺深圳做過嘢，當時林國強係個小包工頭。後來林國強因為詐騙罪入獄，出獄之後去咗東南亞。呢啲年鬧到風生水起，
我腦入邊閃過一個可怕嘅念頭吧。你話馬子軒識林菲菲，會唔會根本唔係巧合？爸爸嘅眼神變得銳利。你嘅意思係林菲菲可能係林國強個女或者親戚？我越諗越覺得有可能，然後通過佢接近馬子軒，設局套取公司資金。爸爸即刻攞起電話，我要話俾老張知呢條線索。望住爸爸打電話嘅背影，我突然感到一陣後怕。呢場婚姻危機背後可能藏住一個精心設計嘅金融騙局，而我爭啲就成為犧牲品。夜晚我輾轉反側瞓唔着，手機亮起，係陳瑾發嚟嘅消息。法院已經受理離婚訴訟，第一次開庭定喺下星期3。馬子軒申請咗視頻出庭，目前仍然被羈押。我回覆明白，然後關掉手機，望向窗外嘅月光。喺呢場睇似個人恩怨嘅離婚大戰背後，更大嘅風暴正喺度醞釀，而我必須保持清醒，先可以全身而退。法院門口嘅台階上擠滿咗記者，我戴住墨鏡，喺陳瑾同周敏嘅陪同下，快步行向入口。閃光燈喺四周噼啪咁響。黃女士，請問你對馬子軒涉嫌重婚罪有咩評論？聽講你將會獲得超過2000萬嘅財產分割，係咪真嘅？林菲菲家人聲稱你設局陷害馬子軒，你點樣回應？我保持沉默，直到入到法院大堂，先長長舒咗一口氣。陳瑾拍拍我膊頭放鬆，今日係我哋嘅大日子，離婚訴訟庭冇公開審理，但門口仍然聚集咗唔少媒體。我被告知馬子軒將會透過視頻連線出庭，佢仍然喺拘留所，面臨重婚同洗錢2項刑事指控。行入法庭，我一眼就見到坐喺被告席上嘅馬家人，奶奶張明芳着住過時嘅套裝，頭髮凌亂，同3個月前嗰個趾高氣揚嘅老太太潘若兩人。馬子軒嘅妹妹馬子琪縮喺角落，眼睛紅腫，手入邊攢住一沓文件。法官入席，宣布開庭。投影屏亮起，馬子軒張面出現喺畫面入邊。佢着住橙色囚服，鬍鬚拉碴，眼底掛住好重嘅黑眼圈。見到我嗰陣，佢眼神閃爍咗一下，嘴唇蠕動，卻冇出聲。原告黃婉婷女士，法官翻睇文件，你請求判決離婚並分割夫妻共同財產，係咪係嘅？法官大人，我企起身，聲音清晰堅定。陳瑾作為我嘅代理律師，開始陳述訴訟請求。佢列舉咗馬子軒重婚、轉移財產、同他人同居等證據，並提出要求分割包括房產、股票、車輛在內嘅共同財產，合共2300萬。馬子軒嘅律師，一個睇落似啱啱畢業嘅年輕女仔，結結巴巴咁辯稱，大部分財產屬於馬子軒婚前個人財產，而且公司資金問題同離婚案無關。法官皺眉，被告方根據原告提供嘅銀行流水記錄，馬子軒喺婚姻存續期間向境外轉移嘅資金就超過2000萬，呢個點解釋？年輕律師額頭冒汗，呢個需要進一步核實。法官大人，陳瑾適時插話，我哋已經向法庭提交咗馬子軒同林菲菲喺外國舉行婚禮嘅影片、新加坡房產購買合同，以及佢通過地下錢莊轉移資金嘅證據鏈。呢啲材料充分證明被告存在惡意轉移夫妻共同財產同重婚行為。投影屏上，馬子軒突然激動起嚟，法官，嗰啲錢係我合法賺翻嚟嘅，黃婉婷就係個寄生蟲，佢憑咩分我啲錢？法官敲響法槌，馬子軒先生，請注意你嘅言辭。我講嘅係事實。馬子軒幾乎想從屏幕入邊撲出嚟，佢嫁俾我就係為咗錢，而家見我落難就想落井下石。我平靜咁企起身，法官大人，我請求播放一段錄音。
法庭安靜落嚟，我按下手機上嘅播放鍵，馬子軒把聲清清楚楚咁回蕩喺法庭入邊。等到咗新加坡，嗰個黃面婆連我一隻物都唔好諗住攞到，我已經將財產全部轉移清晒，佢一毫子都攞唔到。錄音繼續播放，我媽一早就睇佢唔順眼，生唔出細路嘅女人算咩女人？菲菲懷嘅係仔，呢個先係我馬家嘅種。馬子軒將面喺屏幕上扭曲，你呢個係偷錄非法證據，呢個係喺公共場合嘅談話。陳瑾冷靜指出，不存在私隱權問題。法官聽完錄音，面色陰沉。被告嘅行為已經涉嫌重婚罪同轉移夫妻共同財產。本庭認為原告嘅訴求合理。張明芳突然從被告席上跳起身，指住我破口大罵：你呢個毒婦，設局害我個仔不得好死。法警即刻上前制止，但係佢掙脫束縛，衝到我面前，將頸鏈還俾我。嗰個係我馬家嘅嘢。我退後一步，從手袋入邊攞出一個絲絨盒子。你講呢個盒入邊係嗰條紅寶石頸鏈。林菲菲被逼歸還嘅全家寶。張明芳雙眼死死盯住條頸鏈，突然伸手嚟搶。法警一手拉住佢，但佢仍然歇斯底里咁尖叫：嗰個係我嘅，我用30萬買嘅。佢值50萬。我冷靜咁合上盒子，而且佢從來都唔屬於你。法官再次敲響法槌，休庭15分鐘。走廊上，周敏遞俾我一杯水。你冇事嘛？我搖搖頭，啱啱想講嘢，一個陌生女人突然行近。黃女士，我係林菲菲嘅媽媽，我個女係俾馬子軒呃咗，佢而家有咗，需要生活費。我冷笑一聲，所以馬子軒答應俾我哋500萬安家費，而家佢俾人拉咗，女人拖住手，你睇可唔可以從離婚財產入邊？唔可以，我轉身就走。女人一手捉住我條手臂，你憑咩咁狠心？我個女先23歲，我甩開佢隻手。你個女23歲就識做小三，你應該反省自己點教女。重新開庭之後，法官迅速作出判決，准予離婚。馬子軒需要返還轉移嘅夫妻共同財產2100萬，賠償我精神損失費50萬元。新加坡房產作為贓物將會被拍賣，所得款項用嚟償還我爸爸公司嘅損失。至於刑事部分，馬子軒會另案處理，面臨最高10年有期徒刑。唔好！屏幕上嘅馬子軒突然崩潰大喊：婉婷，我錯啦！睇喺我哋5年夫妻嘅份上，你切數啦！我唔可以坐監啊！我平靜咁望住佢，5年夫妻，你有冇將我當個人睇？行出法庭，記者們一擁而上。今次我冇避開，而係除低墨鏡，直面鏡頭。今日法律還咗我一個公道。我想對所有遭遇類似經歷嘅女性講：唔好沉默，唔好害怕，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。黃女士，你接落嚟有咩計劃？一個女記者大聲問道。重新開始，我微笑。我已經註冊咗自己嘅設計工作室，下個月正式開業。遠處張明芳被記者圍住，突然情緒失控，對住鏡頭大罵佢就係個騙子。我個仔係俾人陷害嘅。圍觀嘅途人紛紛搖頭，有人甚至高聲譴責：做人奶奶咁惡毒，抵佢個仔坐監。馬子琪試圖拉走母親，卻被記者攔住。請問你哋會支付2000幾萬嘅賠償金嗎？我哋冇錢。馬子琪崩潰大喊，屋都被查封咗。呢一幕被全程影低。當晚就上咗熱搜。3個月後，婉婷設計工作室喺靜安區一棟老洋房入邊正式開業。我剪短咗頭髮，着住利落嘅白色西裝，接待前嚟祝賀嘅客戶同朋友。爸爸同周敏忙住招呼客人。
陳瑾就帶嚟一個好消息，馬子軒嘅重婚罪判咗2年，洗錢罪另案處理。新加坡嗰套屋拍賣咗800幾萬，已經打到你爸爸公司賬上。我點點頭，望向窗外，初夏嘅陽光灑喺花園入邊，新種嘅梅子花正開得燦爛，開業酒會進行到一半。前台通知我，有位林小姐到訪。我落樓一睇，係挺住大肚嘅林菲菲，身邊跟住佢媽媽。王姐林菲菲面色蒼白，我係嚟道歉嘅，我挑眉。然後呢，子軒哥被判刑啦，我想打咗個細路，但係醫生話太遲啦。佢抽泣起嚟，我媽話你可以幫幫我，點幫？俾個細路少少生活費。佢媽媽插嘴，始終都係馬家嘅骨肉。我冷笑一聲，馬子軒嘅阿媽呢？佢唔係最睇重孫仔咩？佢癲咗林菲菲，震住講，被送入精神病院啦。我轉身行向電梯，唔好意思，幫唔到你，太狠心啦。林菲菲媽媽尖叫，如果唔係你舉報，子軒點會坐監？我個女點會落到呢個地步？我按下電梯掣，頭都唔返咁講自作業。不可活1年後，我企喺上海設計大獎嘅頒獎台上，接過年度最佳新人設計師嘅獎杯，台下掌聲雷動，閃光燈此起彼伏。獲獎感言我準備得好簡短，感謝所有幫助過我嘅人，特別感謝我爸爸。人生最黑暗嘅時刻，係你令我相信風雨過後一定會有彩虹。晚宴上，一個熟悉嘅身影朝我行嚟，馬子琪。佢瘦咗好多，着住過時嘅連身裙，同周圍光鮮亮麗嘅賓客格格不入。婉婷姐佢速速咁企喺度，可唔可以借一步講嘢？我帶佢去露台，夜風微涼，黃浦江嘅燈火喺遠處閃爍。我哥佢就快出獄啦。馬子琪低住頭，但佢欠嘅債太多，我哋屋企間屋都賣咗，所以你可唔可以借我少少錢？佢聲音越嚟越細。我揾到工作啦，但人工太低。我靜靜咁望住佢。1年前就係呢個女仔喺奶奶生日宴上大聲笑我生唔出細路。我記得你講過，我輕聲提醒我配唔上你哥。馬子琪塊面擦一下紅晒。嗰陣係我唔生性。返去啦，我轉身面向江景。我同你哋馬家一早就兩清咗。佢仲想講啲咩？但周敏已經行過嚟。婉婷主辦方揾你影合照，我頭都唔灰咁離開露台，身後傳嚟馬子琪壓抑嘅喊聲，但係我心入邊已經冇半點波瀾。頒獎禮結束，已經係深夜，我獨自一個行喺返屋企嘅路上，高踭鞋敲擊住石板路面，發出清脆嘅聲響。經過一間婚紗店，櫥窗入面嘅模特兒着住潔白嘅婚紗，笑容甜美。5年前，我亦都曾經咁樣企喺婚紗店入邊，滿心期待咁揀選嫁衣。嗰陣嘅我以為婚姻係愛情嘅歸宿，係幸福嘅保證。而家我知道咗，婚姻只係一段關係，而幸福永遠掌握喺自己手入邊。手機震動，係工作室群入面嘅消息。新客戶確認咗設計方案，預付款已經到賬。我微笑住鎖屏，抬頭望向星空。聽日嘅太陽會照常升起，而我嘅路仲好長。